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今日咱来到伫遮，上帝开咱有充满伫咱的中间无？阿门吗？阿门。阿门。因为咱是上帝所拣选的百姓，佫是伊赏赐开咱伫咱的中间，所以每一个会当来到伫遮的，拢是带着上帝福气。阿门。阿门。透过直播，在甲咱做伙敬拜，上帝灵嘛甲因同在，赏赐因伫逐所在，因在敬拜上帝开咱拢伫因的中间。我需邀请咱起立，哈利路亚！因为咱这个是咱要用一个真开阔的心来敬拜咱的主，来学了咱的主。但先我需邀请咱将咱的双手咱举起，咱真敬虔、完全全然，互圣神来充满伫咱的中间。咱做伙开声来讲：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邀请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较无你；圣神，我欢迎你；圣神，我欢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你是对阮讲话的主，主，我们领受你所赏赐予阮的启示。主啊，对伫今仔日的敬拜，阮来到伫主你的面前，因为阮知你是万王的王，是万主的主。阿门。阮一切性命，阮的喘气。阮的力量拢对你来，哈利路亚！因为主你就是阮的气力，主你就是阮一切所有的来源。阿门。阮的美善良好拢对你来，感谢俄罗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咱要用主教是咱的祈祷文，咱三个来祈祷，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日死，就救阮脱离你的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阿门。除了上帝以外，咱无有别位，所以咱即马要用咱的歌声来学了主。你来甲隔壁，你甲伊讲，愈学了。愈有气力，愈学了，愈有气力。阿门，阿门。哈利路亚！咱所信的耶和华上帝是咱的气力，是咱的顶牌，咱用喜乐的心来学乐伊。阿门。
你我的地里我也无所希望。虽然有时阵我心心乱流，总是有一项永远拢袂改变。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呼吸到永远。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呼吸到永远，到永远。你我的天有一水，你我的地里我也无所希望。虽然有时阵我心心乱流，总是有一项永远拢袂改变。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呼吸到永远。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呼吸到永远。虽然有时阵我心心乱流，总是有一项永远拢袂改变，永远拢袂改变。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呼吸到永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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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永远，到永远。哈利路亚！咱用咱的夸声，献给咱荣耀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每一天享受给咱教会稳定。咱用这首诗歌来互乐伊。你被稳定真正大，你的引传，无论风雨也变质，你拢袂做伴。咱就照亮你的云，你的永无存，不再黑暗难变叫欢喜，欢乐变福气。你叫引传，无人有天拢无算，对咱的心肝，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就乐归声
谢主，这是咱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感谢伊赏赐予咱教育的恩典。阿门。以真实的心，行好伫你面前，归我心梦，予我看见，因感阮的心，领受我命水泉，是对你来的温柔谦卑，予你温热。你既然关心我，予你温热，你老无会为我，予你温热，你尊贵也要做我的流，我要努力到万世，因真实的心，通予你。心望，予我看见，因感阮的心，领受我命水泉，是对你来的温柔谦卑，予你温热，你竟然关心我，予你温热，你老无会。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留落伫咱的心上，咱要学乐以告万世。阿门。这是咱的宣告，兄弟姊妹，咱唔若有迄个学乐的权柄，有迄个学乐带出来的能力，咱也有基督成就上帝所要爱成就的事的权柄。阿门。不管伫你的心内，伫你的家庭，伫你的身躯，或者是伫你所捌的人。因的身上有拄到什么款的难处，拄到什么款恶担当的事，咱是不是有相信咱的基督会化解这的事，对歹球变成做好球？阿妹吗？阿妹。兄弟姊妹，请来举起咱的正手，咱来祈祷，为着你的牧区来祈祷，为着你的小组来祈祷，为着你的厝里的人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伫遮会祈祷，我摆咧。主，阮所求的就亲像芳芳的神，献到你主的面前。
主你听阮所有兄弟姊妹伫你面前的恳求，因为主阮知出的人是软弱的，就是出的主你无所不能，因为上帝你是手术大开来跟关联，更有智慧的。主啊，阮诚做你的百姓，阮向你来到伫你的面前来你来恳求，因为主你要来保守，互阮每一个牧区，阮所住在的牧区。主啊，你互阮所有的兄弟姊妹，阮牧区遮兄弟姊妹，主啊，阮的小组的组员要得到上帝你的看顾保守，互阮有智慧行伫你的真理的顶端。主啊，你的保守阮每一个兄弟姊妹厝里的人。主，当阮的厝里人还未信主的时，主你要应允；当阮求的时阵，你就要将你家带到伫主你的面前。主啊，阮感谢乐你，兄弟姊妹，咱过来为着一项代志来祈祷，就是咱为着咱。两边来就是暑假，暑假咱有青少年的营会，拢总有113个青少年要去到伫新竹来有一个领袖的营会，咱需要为着因来祈祷无？求上帝来帮助，互这青少年会当行伫耶稣基督的真理，互这细囝，互这青少年会当倒转来到伫教会，互因有一个属灵的家堂归属，就是教会。咱的祈祷。将这个灵魂会当甲伊抢救倒转来。过来，咱伫7月份嘛有10几位要去到伫韩国，伫遐有一个禁食的祈祷会，为着世界来祈祷。然后伫月底伫7月月底，咱的儿童大概有60位要去，嘛是有迄个营会，所以7月拢排到满。可能咱无参与伫中间，总是咱就是祈祷的守望者。阿门。恁的祈祷就互阮大家得到平安，伫遐得到学习，或者个兄弟姊妹大家得到真好的灵性的成长，这是爱靠着气力，祈祷的气力才会当成的。阿门嘛。这个事拢需要咱的祈祷，举起咱的正手，咱来为着这个事来祈祷。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着青少年来祈祷，哈利路亚，为着要去韩国的来祈祷。为着咱遮的儿童来祈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伫你面前你开求，主啊，我看重主你的事，主你讲我无单单看家己的事，我要将上帝讲的事看做要紧的事，主我要为着我的青少年，主啊，拢总有113位被到伫新营，主啊，你来。固守因的心性，或者是青少年，互因会当伫这个世代，互因会当行伫主你的真理。主啊，互因所讲所想的，你保守因的心思意念，赢过一切。主啊，阮也为着这韩国的，要去到这韩国的禁食祈祷会。主啊，因伫遐为着世界复兴祈祷。主，你来听因的祈祷。主耶稣，你也为着阮亲自到伫要去到伫山顶。主啊，伫遐有一个营会，求主你来帮助因，互细囝伫细汉就有一个信仰的根基。因为上帝这是你家己所赏赐的，你就互阮要伫主你的内面来得到快乐。感谢阿拉主，哈利路亚！因为主你的恩典到也原用，感谢阿拉主，哈利路亚！何等恩典，咱举出来阿拉主的恩典，阿拉主的恩典。主啊，你的恩典是这么大。何等恩典，你让我会为我。何等恩典，你的尊贵更要随我们流，我们落地高万岁。咱信心来宣告，一无所亏，咱的天盘拢无伫咱的内面。
伊的尊贵做你的冕旒。兄弟姊妹，你听了有大心无？阿门。咱是啥物任务？上帝要用伊的尊贵、伊的荣耀来做咱的冕旒，就是要为咱戴上迄个冠冕。兄弟姊妹，上帝疼咱到安尼。你有啥物款的甜伴伫你的身躯？有啥物款的悲伤伫你的身躯无法度脱去的？咱爱刷开，咱爱刷开，因为咱要学乐，主得到万世。阿门吗？阿门。你甲隔壁来讲，你甲伊讲，上帝的尊贵冕旒、尊贵荣耀做你的冕旒。上帝的尊贵荣耀做你的冕旒。阿门，阿门。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是大有尊贵的，咱呼一声学乐咱的上帝。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请坐，请坐。这是要来共读圣经记载伫民数记13章25节到33节，请因探测迄个地42久才倒来。因来到巴兰旷野的加迪斯，见摩西、亚伦甲以色列的会众，甲因汇报规个行程。佮互因看迄所在的轨迹，因对摩西讲：“你派阮去探测迄个地区，果然是老冷甲密的地，这个就是迄个所在的轨迹。毋过，迄所在的居民真勇，城大佮坚固。阮伫遐嘛看到阿拉族。”阿玛利人住伫尼吉夫地区，赫人、亚伯斯人、阿摩利人住伫山地，迦南人住伫海边，甲约旦河边。加勒伫摩西的面前，互人民安静落来，讲：咱赶紧来去攻占迄个所在，咱一定会赢。遐个甲伊做伙去的人讲，咱无法度攻击遐个人民，因比咱较勇。遐个去探测的人对以色列人散布谣言，讲阮探测行过的地是吞食人的地，佮看到的居民拢真大汉。阮看到的阿拉族的人就是大汉人。因是大汉人的后代，甲因比起来，咱亲像马，因看咱嘛是安尼。圣经读到这，只是要请周牧师来讲道，伊讲道的题目是眼中的伟人。安尼呢？有啥？多谢。嘿，若无麦克风吼，安尼一长就差不多烧声吼。啊，所以感谢主，会当较细声一点嘛吼。OK， 好，真感谢主，咱会当直接做伙来敬拜。咱举起咱的正手，咱开始来宣告吼。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倚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命定，力行普世宣教的异象，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感谢主，咱直接来敬拜伊，不时不刻，咱拢用欢喜的心来到主的面前。我相信这是上帝所欢喜的哈。咱读经会继续，有得继续无？有吼，有得继续，咱就知影讲，咱教会即摆读经到伫啥物所在吼？感谢主伫民数记要读来讲是无容易的吼。毋过伫算伫笑的时阵，就知影讲哇，上帝恩典够额咱用吼。所以咱看咱这是前礼拜牧师所前礼拜牧师所写的哦。伫前礼拜咱已经
来读到15章啊吼然后咱16章、17章拢已经会当读到啊吼，所以咱就会当真清楚伫上帝所带领的以色列人伫民数记内面有真清楚的记载。既然有即个数字数目，那安尼就是咱会当看见，伫读民数记的时阵，伫申命记咱读的真侪拢是即个比拼的物件，对无？吼，比拼即比拼上冠上负责比拼要安怎做，要安怎做。民数记较侪拢在讲人的代志。所以咱在读的时阵就无共款，会当透过安尼来深深来了解吼。所以感谢主，互咱逐日拢有上帝的话语伫咱的心内，随时会当得到帮助。阿门。哇，这是咱的教会兄弟姊妹，大家同心继续来努力伫信仰的顶面，咱互相来激励吼。特别是小组内面，咱互相激励伫咱的迄个培育的学校内面嘛讲我已经83岁啊呢，83岁，我手拢会颤呢吼。我讲你手颤，毋过佫写得真水呢吼，佫写会了。伊讲是安尼，无毋对当咱会当做的时阵，咱就做咱有谈判，会当互相鼓励这伫咱的信仰的道路的顶面，这是一个真水的代志，嘛是一个真见证的事吼。所以感谢主，咱今仔日透过这段经文，咱来做伙来思考咱目睭中的伟人吼。圣经白话字翻译做伟人其实那伟人，咱感觉讲这就是足伟大的人吼。总是伫圣经底描写这个伟人，就是高强大汉的人吼。意思就是讲，你徛伫迄个300公分的人的面前，迄款的感觉吼，体重150公斤以上的吼，你就知影伫咱的眼中，事实有常常有即款的高强大汉的人徛伫咱的头前。那安尼，咱透过今仔日即段经文，以色列人因要进入到上帝为着因备办的老年甲老密的即个过程内面。这值得咱好好来思考吼。当然，民数记这个民数记的名就是来伫清点上帝的百姓吼，这个数目来得到这个名吼，所以真清楚，互咱看见。对民数记所记载迄个背景是啥物呢？就是以色列人因来到西奈山了后，吼，然后因出发要去到伫上帝所应允的所在。对西奈山出发开始，咱就知影，申命记就是伫记载，因来到伫西奈山的时阵，上帝安怎甲因契约有无？上帝安怎叫因爱备办要安怎来制作这个会幕祭坛等等遮的，那民数记，咱就会当对遮来看见。其实对西奈山到摩押平原，这个路程就是要入到伫这个以色列的境界，还是讲这个巴勒斯坦的境界内面，其实若是照你讲是11天就当行到。咱若读历史就知影，上帝怜悯因因为因若过伫迄个河，即个海岸会对着非利士人嘛，对无？所以上帝怜悯因咯，即个百姓拄做奴隶出来会当讲无为什物组织所以上帝就带因到伫西奈山伫迄搭遐来。甲因契约了后，嘛透过这个祭司也是讲这个清点因素来伫训练这个百姓这是一个真水的一个过程所以咱看见，虽然11天总是用了偌久，38年过10个月最后因较真正去到伫这个毋是这个老年甲迦南地的头前要过这个约旦河所以咱就会当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在读这的时阵会当好好来思考。其实伫民数记内面有上帝足济的管教，因为百姓背逆毋信，无论对上帝所竞选的摩西，还是对上帝，还是对亚伦，上帝竞选的祭司，因拢有因家己的想法。伊讲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毋是我？有一款的比较。这个状态，今仔日咱昨读的圣经应该都有读到这部分对无？可拉的这个
咱叫做可拉族的人有无？后来上帝安那？哇！照着摩西所讲的哦，讲愿耶和华上帝创造一个奇妙的事啦，新事啦，就是互这土地会安那裂开，甲这群人安那甲吞灭咧，讲了尔，事正呢。吼，所以我昨读到遮吼，心内噗噗彩，是讲哦，咱这啊做上帝竞选的啊，这长老啊、长执啊、小组长啊，咱讲话爱真细致哦。咱是做有权柄的哦，所以啊，讲出来话哦，上帝若正吼，所以咱就爱真细致哦，爱讲喜乐的，爱讲祝福的话，特别对咱的兄弟姊妹，对咱厝里的人，更较需要吼。所以咱看民数记是一个管教的册，总是嘛是在讲上帝是信实的上帝。虽然百姓背逆，总是上帝有缘怜悯。搁一摆怜悯，搁一摆怜悯，这是伫咱看民数记内面，咱会当重复看见的。所以我就安尼甲定义，民数记是甚物？就是上帝的慈爱甲伊的公义相拄啦。上帝的慈爱怜悯对无？毋过百姓无愿意顺服的时阵，伊的公义，因为伊袂当背逆家己的公义，伊袂当做一个无公义的上帝，伊无看一点仔做永远无。因为伊是圣洁的上帝嘛，所以若是安尼，咱就会当看见，伫慈爱甲公义三拄的中间，咱感谢主。为什么以色列人后来佫会当留落来，到现在，咱会当成做真的以色列人，领受上帝对亚伯拉罕的祝福，是因为我深信上帝的慈爱盘过伊的公义，伊的慈爱比伊的公义啊，佫较济一点嘛，对无？啊，若无，那以公义来讲。什么人会当徛伫伊的面前？无人会当徛伫伊的面前。所以，咱在读民数记的时阵，咱搁一摆来看这个过程，我相信对咱的生活、对咱的信仰有一个真好的一个帮助。所以，咱要深信上帝是怜悯甲信实的上帝。阿门。上帝是怜悯甲信实的上帝。感谢主吼，咱的。阿伦甲安娜新学生吼，伊的论文写了吼，我就想着讲，我过去伫新学院嘛要写论文，我就是写干那2字尔，我写怜悯2字尔，我就毕业啊。我就是研究上帝的怜悯，对旧约甲新约，特别用新约保罗所讲的罗马书内面在讲的吼，上帝要怜悯什么人，就要怜悯什么人，上帝要疼惜。雅各特别疼惜雅各，要去以色就去以色，无你要安怎？咱会感觉看袂得过对无？我就是研究这个怜悯，这2字上帝的怜悯，有一个涵盖来思考对旧约甲新约，到底上帝的怜悯伫旧约内面，上帝咱讲伊是一个足严苛的上帝，公义的上帝啊！伫迄个中间，人为什么可以当活的？若是无出伫伊的怜悯，咱就看见以色列早就灭国啊，早就无去啊！这是咱会当来思考的。所以，咱求上帝，互咱会当常常来看、来了解。上重要的民数记内面就是14章，迄个一个真重要的关键。这个关键就是咱今仔所读的这段经文的内容，佮延伸起来去的就是咱看。当这侦探去到伫迦南地看了转来，大家拢足欢喜的，对无？毋过伫即个经文安怎讲？照恁去侦探迄个第42句一年拄一日，42句，恁就爱担当罪孽40年，就知影我是甲你已经3年啊！哇，即句话有够严苛，对无？一年。较会当拄一日咯？为什么会安尼？今仔日咱的经文，咱所读的，咱就看见这个属性吼。所以，愿上帝帮助，伫人的眼光来看，以色列人为什么上帝互因漂流，要到40年久呢？伫人感觉讲漂流，是无方向的啊，是困苦的啊，是无法度活落去的啊。后来咱看真济拢，这百姓拢死伫旷野，敢毋是嘛？上帝较会安尼，
咱用咱人的眼光会安尼看。毋过伫上帝的眼光，伊知影，咱若要得到福气进前，一定爱受有所操练，一定爱将目睭注目伫上帝，较袂将迄个咱得的福气功劳归互家己。这是需要操练的。伫咱的生活内面，咱嘛是安尼哦。吼，所以你即马若搁在流浪，那安尼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掠着上帝，咱就会当经历甲伊同在迄个甜蜜蜜月的时期。咱要讲，这就是旷野的路径。阿门。所以愿上帝，互咱会当安尼来看见吼。所以先知以赛亚伊就安尼讲：等到圣神对顶面关押恁的时阵，旷野就要变成做肥田。肥田看起来要亲像树拿一般样。这是一个充满异象的对无？充满异象的哦。伫旷野，即马看是一片的旷野。毋过伊讲，若圣神来，若上帝甲咱同在，若上帝应允引带咱头前的道路，你就会经历即个旷野要成做真肥嫩的田。那即个真肥嫩的田，最后你会看到的，就是遮个拢丰盛起来，亲像树拿遐在丰盛呢。哇！对旷野到树拿，即个过程是上帝意爱咱经历的，嘛是先知以赛亚的预言咯。所以感谢主，互咱有一款的深信吼。所以有主的同在，旷野就要变做肥田。咱要讲肥田啊，肥田。哈哈，台语肥田还是肥田？哈哈，拢会使吼，像拢会使啦吼。OK， 好，实在你讲，你甲隔壁讲，有主同在，旷野变肥田。来，水同在，旷野就要肥田哦，真肥的田吼，真肥的田吼，肥嫩的田吼。好，所以咱看今仔日经文就安讲啊，耶和华上帝甲摩西讲，你着爱叫人去探迄个我所要赏赐恁以色列人的迦南地哦，而且恁着爱伫每一支派内面选一个出来，是恁选哦，是恁选哦，吼，拢着爱做首领的吼，做首领讲话较有声嘛吼，讲话较有气力哇，所以咱就会当看见圣经真详细甲咱记载。这12个的探子的名，这是咱所读的圣经的顶面这段吼，12个拢有真详细记录。当然，咱上熟悉就是加勒甲约书亚嘛，对无吼？啊，这两个的名拢伫遮，因为后来这两个名较留落来啦，对无？吼，这咱嘛会当来看见。所以原来啊，约书亚伊的名毋是叫做约书亚，叫做何西阿。吼，就亲像先知何西阿讲迄个，其实是讲迄个名。何西阿的意思就是拯救的、拯救者。吼，总是摩西上帝互伊有即个感动，有属灵的眼光来看到即个称做何西阿的，即个伦的囝何西阿，就叫伊叫做约书亚。那约书亚用嘛吼，其迄个伊的吼，就是其实就是。耶和华是拯救者，吼，有加即个吼，咱看，有即个就是加一个即个意思，就对，有上帝的名伫头前吼，所以约书亚伊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拯救。咱做伙讲来，上帝的拯救来，上帝的拯救是，咱若讲到约书亚，安尼咱就知影吼，咱就知影即个意思吼。好，那咱看。摩西真特别，上帝有即个，互伊属灵的眼光，伊对即个拯救者，迄个叫做称作何西阿，甲伊讲，你毋是叫做何西阿，你毋是拯救者，是耶和华上帝才是拯救者，将人的气力转化做上帝的气力。哦，这是我深深的感动，这嘛是我相信，这是当时摩西看到何西阿这位少年人的时阵。这位首领的时阵，伊认定讲是上帝的气力要伫伊的身上，所以咱感谢主，互咱会当伫咱的生活内面，常常会当有一款的感动，吼
咱无论对家庭的事，还是对别人的事、教会的事、小组的事啊，咱拢会当用有一款属灵的眼光来看。当咱的亲人还是兄弟姊妹含落伫艰苦的时阵，你免对上帝来一个感动，一句安慰的话，一句激励的话，互伊会当重新站起来。这是你我会当做的哦。摩西看到何西阿，称伊做约书亚，我相信这款属灵的气力，伫你我的顶面，咱嘛会当来学习哦。所以咱看摩西伫这个经文的正经，伊就安尼提醒这12个探子有爱做3件代志哦。第一，就是爱去看这住伫迦南地这个人啊，这个人是勇的还是弱的？好。第二，就是爱看，因是住伫迄个布边，还是住伫城墙内面。这无共款对无？若是布边啊，就表示安那，因咧还未安尼进步嘛，还未到遐进步，搁在牵线就游牧民族安尼嘛总是因若是有家己的城墙，因咧有家己的城堡起来，就是讲哇，这个人。是有智慧的人，有知识的人这个人是安那真够记忆的，这是无共款。然后伊佫甲因讲讲你着爱看这个因的土地是肥软还是散车的。若是有看到树啊，若有果子啊，恁就甲因刻转来，透过果子就知影树嘛，对无？哇！咱看摩西只是这个探子这3件代志，拢是真重要的代志所以感谢主，咱看因后来行的路线就是第一只因对这个神的旷野下面对无行到利合到哈马口有无就这段沿海这段路，因安尼行搁倒转来然后到伊是各国迄搭遐较。采收迄个水果有无？甲将水果卷转来这就是因的路径。圣经讲，因安尼起哩，佮落来了，转来到伫神的旷野来，转来到摩西遐，因拢总行40日，行40日的路程路上这个路上我甲算起来对头到尾安尼是350公里啦差不多含台湾的长度差不多对无？所以真侪人讲咱台湾的地图啊，甲以色列的地图足像的，就是安尼。迄个大小搁要差不多即摆考起来，即个就是当时代比甲所罗门王因的王朝，迄个时阵就是以色列上界强盛的迄个即个所在，拢属于因的好，咱对安尼，咱就知影讲，若是安尼，咱就看见以色列人因要入到伫迦南地，已经来到伫迄个真重要的关口啊，敢毋是？因搁一步就踏入去啊，搁一步就入去啊。毋过，即个搁一步是一个真重要的时站，敢毋是？这是咱会当好好来思考的最后一局就是上界关键的嘛，就亲像拍球安尼嘛所以咱嘛伫咱的生活内面求上帝帮助咱，会当好好去甲思考上帝要安怎带因去到伫遐，然后甲因讲遮个，然后叫因着爱去看去了解。毋过因迄个最后一局输去啦，所以11天变做38天，38年过10个月，就是差伫安尼，所以咱看。这个探子去看这个地了后，转来，因就讲是啊，哇，阮去看迄个地，真正是照摩西所讲的，是老泥甲老密的地呢。哇，这你看，阮所刻转来、讲转来，这个就是一个证据啊。所以，互因真清楚来了解毋过啊，伊讲迄个地。人民是作用高墙大汉的呢，迄个城市嘛是坚固。咱看，阮有伫遐佫看见，有看到阿拉族人伊有特别讲一个民族的人，叫做阿拉族人。这个阿拉族人，咱会当去甲思考吗？阿拉族人
真特别咯。因所看的是啥？咱看因所对沿海去对无？哇，因就安尼讲哦。阮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亚玛力人，后来佫有赫人，佫亚布斯人，佫阿摩利人，迦南人住伫山边呢。因拢是阿拉族的人，拢是高强大汉的，拢是高强大汉的。兄弟姊妹，阿拉族的人，互咱想到什么人？互咱想到歌利亚。歌利亚，伊就是阿拉族的人，伊是阿拉族的加特人，所以意思就是讲，因去遐看到，大家拢是高强大汉，拢差不多300公分的即款的人啦，所以因安那头仔是讲哇真好啊，迄是真正老年甲老毕的地，后来讲毋过遐人高强大汉，啥强身坚固呢？对咱来讲，迄是无可能的一件代志。兄弟姊妹，咱看加勒就即个时阵，少年的加勒就伫即个时阵来甲百姓讲安那，讲咱即马出去来得来迄个地，因咱的确会当有教业来得胜哦。伊讲咱的确有教业来得胜，为什么白白看到是即个强大的人，白白看到是高强大汉的人？即10个探子认为讲咱是无可能赢的，总是加力却会当讲咱一定会当赢。无共款的咱讲敢毋是？所以兄弟姊妹，为着要即个其他的探子为着要互甲加力开比落去因讲安那，讲阮去探去经过遮，拢是吞食人的百姓啦，拢是食人的百姓佫是安那，阮伫遐看见的阿拉族人，因拢是高强大汉的，因是高强大汉的后裔，哇！咱就知影，因伫强调遮个百姓真正是伫食人的吗？因住伫城市内面，佫会食人吗？哇！这是咱看有当时啊，咱看见伫论述的时阵，有人就是会甲伊放大，将敌人放甲真大，将家己看甲真美势所以因就安尼讲，照阮看，阮家己亲像草莓；照因看咱，嘛是安尼。这是真特别咯。遮咱看，阮是足草莓阮是真草莓。因看阮嘛是，阮嘛是草莓。这拢是遮的，为着惊吓，为着惊吓，为着面对头前的强敌，所以因想尽办法来说服家己，嘛要说服别人呢。兄弟姊妹，咱看伫咱这个世代，咱台湾所徛起的这个咱的台湾，咱嘛是拄着这款国际的这个动荡不安的威胁咱常常有在讲人拢驶飞机来甲咱顺，来甲咱顺，到底咱是要安怎？这是徛伫咱伫信仰的内面，咱求上帝帮助。无人爱战争，咱拢爱和平。总是要安怎会当，咱会当，互咱的世世代代好好继续伫遮来传落去，来活落去。这嘛是咱伫这世代咱应该爱做的。所以求上帝，互咱有智慧去做判断，要甲别人看甲真强，甲家己看甲亲像草莓，因为因袂记得因所信的上帝，因的上帝伫倒落，就伫即个时阵真明显来看出来。所以愿上帝，互咱有即款的看见，讲圣经敢毋是甲咱讲，你伫患难的日，若惊吓大吓。你的力量就微细，所以无论伫什么款的处境内面，咱真做基督徒的咱，毋是我会当去面对这，是因为我倚靠迄个帮助我的，想是我开力的，我凡事拢会。阿门。咱有即款的宣告，就爱有即款的实践出来，有即款的眼光来看到咱头前，无论你面对的困难是什么，你总是爱相信，咱一定的确得胜有存的，因为迄个要拍败咱的，绝对毋是耶和华上帝，是咱的对敌，是撒旦，是魔鬼。咱就爱靠信心讲，无论伊的强势偌大，总是伫我的眼中
我相信上帝搬过这一切，万物拢对伊创造，我就相信这拢伫上帝的手中。兄弟姊妹，这是你我伫生活内面，咱会当确信的。所以伫患难的日，咱就爱靠主刚强。阿门。咱做伙来讲哦，患难的日，我靠主刚强来。患难的日，我靠主刚强。是，咱就是爱安尼不断宣告，咱就爱相信，这是上帝应允咱的。所以咱看，撒旦上介厉害的手段是什么？就是伫咱的眼中，要互咱看见的，拢是歌利亚。吼，拢这个拢是歌利亚，这个拢是歌利亚。吼我甲这个朋友就是袂好啦吼，所以咱看这个朋友就是亲像歌利亚。吼，咱惊伊，咱闪避伊，看伊无地带袂要紧。吼即件代志要会当全家信主，这是足难的，因为咱看到的是歌利亚。所以求上帝帮助咱，互咱凡事拢知影上帝伫咱的背后做咱的帮助。这是魔鬼伊上介厉害的方式，互咱的眼中常常出现歌利亚、阿拉伯的人，这是互咱一个生命足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要安怎去判断、分别家己甲即个高强大汉的人？要安怎去分别到底是伊会当赢，还是我会当赢？较重要就是伫咱的心内面，咱怎样会当去完全信靠、倚靠咱所信的这位上帝？这就是一个关键咯。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生活内面，咱伫信心甲怀疑内面，咱常常哪像在战争一般样，信啊，佫会怀疑，怀疑，但是啊，佫会相信，信佫会怀疑。兄弟姊妹，伫即款的冲击内面，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伫上重要的时阵，会当选择相信。迄是一个选择哦，佫有迄个勇气甲惊吓，拢会带出咱无共款的情绪呢。总是迄个惊吓互咱的迄个情绪是啥物？迄个勇气互咱迄款的情绪是啥物？无共款的结果，我相信所带出的，就咱最后有无共款的一个选择。咱是要选择相信，还是要选择怀疑？伫你我每一天，咱拢会去面对这。所以愿上帝互咱有即款的确信，伫互相安尼相友的过程内面，什么在影响咱最后的选择？这嘛是咱爱搁较了解。所以，互咱会当搁较自信伫倒打落，是伫咱面前迄个咱无法度爬过的关山，咱无法度战赢伊的歌利亚，也是咱注目的，就是伫咱的边仔，伫咱的后壁，完全在扶持咱，引带咱所倚靠的耶和华上帝。关键就在伫遮啦，看咱的目睭是注目伫什么所在，结果就会无共款。所以诗人大笔感是安尼讲，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白色颜色，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呢，足特别咯。我所搁在思考讲，哇！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白色颜色，安尼我就去思考讲，上帝啊，即个情形是安怎？我的感动是安尼啊，讲对敌伫我的头前，亲像歌利亚300公分高强大汉的，我淹死伊啦，绝对堪伊淹死伊。毋过耶和华上帝甲我讲，我的囝阿英啊，坐落来，坐落来。坐落来，我准备的伫即台遮，你坐落来，你坐落来，好较轻松。遮有一客定制牛排，你着甲啉，你着甲食，佫有红酒甲你准备好哦。迄个敌人你免参与，迄我负责就好，是毋是安尼？是毋是安尼？大笔所讲的，敢是安尼吗？是毋是安尼？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白色颜色呢？是大顿的哦，毋是小顿的哦，毋是食按摩啊尔哦，白色颜色呢。那安尼对敌要安怎？
食饱较去拍吗？毋是，我相信毋是。既然到伫对敌的面前啊，这个时阵，竟是上帝讲安静落来，安静落来，就亲像以利沙对吧？四周围拢是对敌围住的，伊的罗卜惊到要死去，对无？伊甲上帝讲：上帝啊，你开我的罗卜的目睭，罗卜的目睭看开，才发现讲，哇，事实是安那？上帝找遣的军兵则赢，较赢者的，敢毋是？遐是姊妹，咱就是迄个需要，就是迄个属灵的眼光。求上帝甲咱拍开，咱就会当坐落来，好好啊享受上帝为着咱备办。那迄个战争，迄个战争，上帝要为着咱你战争。阿门。这是咱会当相信的一件代志吼。所以有战争就有大肠的通食呢，安尼好无？对无？有战争就有大肠的哦，这代表甲咱讲的啊，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宴席，吼，那安尼咱就爱深信。咱愈拄着挑战困境的时阵，咱心愈安静落来，咱愈会当享受上帝甲咱同在，为着咱备办一切的福乐。这是基督徒的生活，会当搬过这个困境艰难，足重要，足重要。你的眼光放伫哪落？你的心态放伫哪落？这就是关键咯。所以咱看到伫最后的时阵是安怎？这个探子去，因伫遐讲无好的声哨的话，吼啊，然后呢，因为因拢是首领啊。10个探子拢是首领，敢毋是？拢是其中的10个支派派出去的啊，拢应该是勇敢的啊，是有观察力的啊，是讲话话水会坚动的，敢毋是？因转来讲歹消息，咱看会众就开始甲摩西发怨言。吼，圣经就讲这报歹消息的这10个探子遭受到瘟疫，哇，麻烦病。然后死伫上帝的面前啊，只有约书亚甲迦勒有缘活地呢。所以，兄弟姊妹，咱求上帝帮助咱啊！伫生活中间，你我拢会面对眼中的即个高强大汉的人，这个咱求上帝，互咱有信心来面对吼。有一条诗歌，我在准备的时阵，真自然就唱起来哈，叫做“主我愿更亲近你”。这是黑人灵歌哈，意思讲这条歌唱超过200年以上啊，这条歌对少年甲即仔有缘常常伫我的心喙中来学了哦。伊讲我本软弱，主刚强，求主保守你追望。心灵满足忧伤，当我走，求领我进你旁。恁会晓唱也唱一个？哦，遐少人哦，哇，袂晓唱啊，对无？对啦，这我年代的歌对无？遐容易哦。若是无经过青少年迄个时代，伫教会吼，长老教会嘛可能唱袂着啦吼。后来咱看哦，伊副歌就安尼唱：主我愿更亲近你，与主相亲乐无比。每日同行更亲密，亲爱主，求你，恳求你。伊的主歌甲副歌其实旋律拢相共，足简单的一个旋律总是这条歌是黑人的灵歌，足济时阵真济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歌星真爱唱这条诗歌，
咱就会当知影，这伫美国的南北战争进前就有诶啦。对民谣就那转做黑人灵歌，来唱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就亲像安尼。我是软弱的，毋过我靠主是刚强的。阿门。我每一日拢亲近伊，我就会当知影，伊甲我同在，我就无惊吓。阿门。这就是咱的信仰。无论我看见的眼中是强大，是真无法度搬过的困境艰难，总是我知，我甲伊同行，伊就会带我经过这路径。无论是死荫的山谷怎样，伊最后拢会带我到伫清净的溪水边，对吧？哇，这就是你我的信心会当的。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咱眼中的大汉人拢要倒落去，对无？咱的诗班啊，伫第二堂会唱第二条歌就是巨人全都倒下，对无？都要倒下，巨人都要倒下我讲这个巨人就是捷安特啦，英语叫做捷安特我甲因讲，你无去捷安特遐唱这人会甲恁抗议讲因捷安特拢会倒去英语来是英语巨人就叫做捷安特OK 无论安怎，咱总相信是伫生活内面，咱靠主会当刚强。每一个人，每一个时阵，咱拢互相来激励。上帝既然互咱伫永光教会互咱有这样的姊妹彼此合合，不但伫敬拜的时阵做伙敬拜，伫生活内面，特别伫小组中间，咱会当去分担逐个人的艰苦分享逐个人的喜乐，这是上界水的，这是上帝应允伫伊的内面要成就伊极大的祝福，就透过咱专心追求伊。阿门。所以愿上帝互咱有一款的确信来，咱来读今仔个金句来。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诗篇23篇第50甲一摆来。伫我对敌的面前，你甲我摆设筵席，你用油抹我的头壳，我的杯满出来。诗篇23篇第50，阿门。所以咱嘛会当来宣告，对无？我宣告伫我对敌的面前，我宣告你甲我摆设筵席，你互我食牛排有无？你用油我抹我的头壳，我宣告我的杯满出来，阿门。这就是咱会当深信的一件代志好，起立，咱这个时阵来吟一条诗歌。心，甲你三伫基督内面，调整脚步，放下家己，呼吸新的活气。用脚步的心，甲你伫咧基督内面，归回安息，得着能力，享受你的供应。我要用祈祷点着这段，洋洋岁月到位的看，也愿会享受世界通看，好幸福的大家有伴，用谦卑的心，甲你三天基督内面，调整脚步，放下家己，呼吸新的活气。用脚步的心，甲你伫咧基督内面，归回安息，得着能力，享受你的供应。
你咱的奥秘，他已经摆出显明，天国光明永不熄停，向他归你主卡近，世界放你咱的奥秘。主，阮真欢喜，阮清早来到你的面前，阮用吟诗而乐表达阮对你的一切的尊重。多谢你为着阮陪伴阮每一个人无同款的路径，总是伫这路径内面，阮知影有你陪伴阮，有圣神伫头前引带阮，阮就无惊吓，阮也无软弱。可能有大山，可能有真歹剃头的事。总是阮知，阮有你通倚靠，阮的确得胜有存。主，阮要将阮现在阮所面对的困境艰难交托伫你，或是阮的身躯的软弱，或是阮的关系的破碎，或是阮伫生活的需要内面的不足。上帝，你是丰富的，阮要相信你既然应允，阮按你求，你就要成。所以愿你帮助。互阮去经历你的丰盛，经历你的医治，经历你，互阮更好对你、甲你、甲人，互阮真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拍破阮家己自我的念头，拢掠家己做对这款错误的念头，互阮会当甲主讲：主啊，求你赦免我，亲像赦免我的辜负，亲像我辜负赦免辜负阮的人。愿你帮助，互阮有一款信仰的实践，活出你所欢喜的生活。感谢基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是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听，甲信心的行动。请咱用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给你归来，莫那主问心心所望，甘心乐意，一心一意，你在所有拢受你，为什
济。这时要请泡牧师来事工分享。这平安，感谢主，互咱伫遮领受对上帝来的祝福。伫咱的头前，阁有迄个歌利亚无？啊，无对无？因为咱的耶稣，咱的上帝比歌利亚更较大吼，所以有啥物款的患难、惊吓、艰苦的事，咱的心，咱内面的上帝，咱内面的王比世界王更较大，所以咱必然得胜。阿门。你来甲隔壁，你来讲，你一定赢。阿门。咱所有的兄弟对，来互相来甲伊鼓舞，咱爱常常来宣告。好，这是咱来关心咱的教会的消息。这是咱这礼拜的导读的部分吼。咱来读台语的好无？讲有台语的，红色的来，咱来读看卖哦。上在利未族阿伦的官已经发，毋对，爱迄个蓝色的才对啦吼。来，咱拢各做伙来一解哦，爱看下面蓝色的，咱来学习一解哦。来，看到利未之族阿伦的官啊，已经布艺出花梅。开花结行人所以咱的华语是安尼，台语再来读一解哦。好来，是看到利未之族阿伦的官啊，已经出家布艺出生花梅开结行人，民数记17章8节，哇！像我这台语已经是真认真啊，这安尼读拢袂来吼。毋过这嘛是一个，互咱阁真了解咱的台语有水无？咱的台语实在有够水吼。花苞叫做花梅哦，我这样咧学着花苞安怎讲台语？花梅，好，感谢主，互咱即个竞争吼，互咱继续读咱的圣经，民数记继续读了，因为有读就有开力咯吼。下面好，咱来看咱的消息。咱伫即礼拜，咱的培育学校门徒班有9位来毕业吼。即9位拢领受真大的开力，生命的改变、价值观的更新，阁有对人的态度，拢对咱的门徒班内面来学习到。对上帝迄个认捌甲迄个信心，非常的赞吼。好，过来。咱的领袖班吼，要伫6月29来颁发因的毕业证书。领袖班就是读1年半了后会当毕业的吼，所以咱6月29，咱来做伙来观礼来祝福因。阁有咱的青少年的暑假的领袖营会，目前报名是113位。因为咱的营会内面，咱有一个真有福气的所在，就是遮个囡仔拢会有人来对因有言，吼，这就是咱的营会，咱的领袖营会吼，培育学校嘛是拢有这个有言，这个有言对伫每一个人的生命，拢深深去感受到，原来上帝拢知影我每一天所拄到的事，所以上帝常常要用伊的话来安慰咱、鼓励咱，互咱勇敢搁徛起来向前行。所以，咱的青少年因来参与这个营会，然后有咱的兄弟姊妹要来为着因来有言。所以，安尼有需要足济兄弟姊妹来为着因有言无？有，所以这些兄弟姊妹拢是对咱的培育学校遮训练出来吼。所以这些有言拢是透过禁食祈祷，上帝要对因讲话，然后甲因写起来一个有言，互这囡仔来得到快乐，甲上帝搁那亲密吼。好，过来。咱最近咱的牧区吼，拢开始伫筹备即个幸福的出游吼，要出去佚佗，要请区长哦，区长在6月22进前吼，咱拢爱来召开来完成第一摆的筹备会议，然后分工、时间、地点拢甲伊想好势。嘛，每一个牧区拢爱请咱的干事来做咱的窗口的干事吼，咱会当
有好的一个连接咯吼，所以咱即个时间来注意一下，已经有几个牧区有选出因要出去的时间啦吼。好，过来。咱恭喜咱本会有3位青年毕业伫台湾新航院吼，有阿伦、阿娜，搁有咱一个是林之系，咱的庭安今年伊嘛是毕业吼，所以咱真恭喜咱咱安尼浪足侪年的吼，咱教会这个伫咱的本宗的新航院安尼来毕业吼，所以。上帝嘛，祝福阿伦、阿娜未来服侍的道路。好，过来，咱来看。咱的母会是倒一间教会？永和吼，永和教会，咱的母会吼，70岁啊，有老无？无啦，若甲咱德隆乡比起来，哪有老？德隆乡99岁啊呢，这70岁搁囡仔咧，对无？是，所以咱的母会吼，70年，咱伊的囝，咱几岁？53岁哦，所以咱来甲咱的母会永和教会来庆祝因安尼平安活到有70岁啊吼，所以咱要来甲因同心来做伙庆祝，所以咱的圣歌队爱来献诗哦吼。咱圣歌队所唱的诗就是咱因讲50周年的时所献的这条诗歌，非常的好听所以咱的兄弟咱会当来参加伫后礼拜就要去献诗献诗吼，拢爱甲这歌背起来哦。所以希望咱的兄弟姊妹会当甲咱的母会会当有一个庆贺的心来学乐上帝。同工伫2点20分，后礼拜2点20分伫永和教会集合好后礼拜要先伫咱永光教会献诗献诗咱会当先来听见咱的兄弟因的献诗是遮尔水好。小等者牧师要去到伫中心教会中心教会，因的教会嘛要学习 RPG 要学习导读所以请牧师来去甲因训练好。过来就是咱看见咱的小组毋若是左右呐毋若是次右，咱所做的每一件事拢是为着传福音咱的小组伫顶礼拜会宴甲健身小组。因举办一个电影报道，电影会当报道无？会当，带遮个新朋友，甲因招，然后来去电影戏院看什么电影？当然是爱看咱的信用真有帮助的电影。所以因看这个电影叫做《深渊的宇宙》，咱一看就知影这是咧讲咱的上帝。所以因为参加的人有28个人。所以电影的报道，咱最近有真侪只个咱基督教信用非常好，拍了真好的电影，拢伫上映。所以咱的小组长，咱会当来把握这个时间有的人就来甲伊票买起来，甲规个电影厅拢甲伊包起来，你知无？为着要传福音，为着要传福音，咱的小组长付出这款的代价，因为因看到价值，所以咱会。第一场的兄弟姊妹，咱有缘继续，不管咱到什么款的年岁，咱拢爱继续来传讲主的福音。好，再来看下面今仔日下晡是咱的宝宝小组，因嘛要去看电影，但是无讲出，因所要看的电影是《万王的王》，就是咧咧演出耶稣所以非常迄个风评非常的好拢总有37位，29位。拢是新的朋友，所以带因来到伫遮看这个影片，互因明白，原来基督教所明白的耶稣是充满着疼、怜悯甲快乐的耶稣。阿们吗？阿们。所以这是一个真好的报道的机会好，过来，好咱的央亲因伫即礼拜的拜六因要去，因嘛有出有出去外口的一个。密室脱逃的报道会，嘛是报道会有33位来参加好，咱为着遮个兄弟姊妹来祈祷，你偌地姊妹也是咱的子和执事的妈妈也未信主咱嘛为着子和的妈妈的身躯的健康来祈祷，也特别为着伊会当领受救恩来祈祷继续为着小雨的爸爸叶志贤弟兄来祈祷。咱伫明仔载，咱要举行一位兄弟林辉钦兄弟蒙主恩调明仔载10点伫二滨伫二滨遐有个别礼拜咱的诗班伫
第二场了后有要练即个回家，可能咱有兄弟姊妹拢会晓唱吼，所以咱若安尼伫明仔载的9点半来到伫二滨，会当伫遐做伙来唱即条慰歌来甲即个家庭来安慰因，因为即个家庭还佫有未信的人感谢主，因为即个兄弟的过身伊的太太甲伊的孙仔就来领洗礼信耶稣，阿门。伫顶礼拜来领洗礼，所以因即个家庭嘛变咱永光教会，即马嘛诚做咱永光教会家人，所以咱明仔载时间，咱会当拨时间来鼓励然后来来甲即个家庭来带来安慰吼。好，其他的相关咱拢会当甲咱的网站咱来连接。那即个时，咱请起立，咱要用诗歌来彼此来祝福。做伙来，基督来临就好你，平安福气满满心，我信心来充满你，信心充满你，帮大连连到你，来分享出去哦，祝福哦，祝福咱的兄弟姊妹。平安着你，一路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好去。搁一摆来祝福你，祝福后壁人。哇，咱的面拢充满阳光。烦恼拢无去，主事大好去。一路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主事大好去。咱游玩徛的牧师要来为着咱祝福的祈祷，咱来领受。但愿上帝赏赐恁信心的眼光，也深知上帝永远甲咱同在，圣神保惠师时刻引带咱头前的道路，也愿上帝丰富的恩典，透过咱所想所求未到的，拢充充足足伫咱的心上来显明，也保守你的家，成做主所欢喜的家，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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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你无可望。大家平安，平安。上帝祝福咱的家庭，大家请坐。后礼拜搁再见面，感谢主。